人間嘅仇恨紛亂如麻，軀骸喺荒野腐化，鮮血隨靈魂飄灑，愛同約定斷於利刃之下。黑暗帶嚟詛咒，真心引致淚流。愛人知否？死神正處後。夢幻泡影，你落咗地獄之後，千祈唔好怨我。你要怨嘅就應該怨德川家先啱，怨恨盡夫嘅大御所。嗰個稱自己係天下第二嘅老人家，仲有係怨恨自己點解係甲賀嘅人。燕之介大人，你都係永遠消失，終於等到呢一日嘅來臨啦！好嗎？燕之介大人，燕之介大人，燕之介大人！
之介大人，阿龍小姐，係劍，你有冇劍？咩話？你話阿龍佢唔喺房度？只係互相廝殺嘅聲音嚟啫，真係啊！你哋使唔使驚成咁嘅樣啊？萬一真係有啲咁嘅事，你哋話到時點做好啦？我冇帶劍嚟。去攞翻你把劍，阿龍小姐，因為我係必須要將你殺死，而你亦都係必須要將我殺死。你而家應該做得到，因為我雙眼已經再睇唔到嘢。其實我雙眼亦都一樣睇唔到嘢。係醫學班人做嘅？唔係，唔關佢哋事，係我自己咁做，因為我唔想見到佢哋同萬國嘅決鬥。阿龍小姐，燕之介大人，我求下你，我求下你殺咗我。喺我雙眼復原之前，阿龍小姐，係而家甲河只係剩低我一個，以後而家都只係剩低我一個。快啲去攞翻把劍，阿龍。燕之介大人，點解？楊劍，點解你唔殺死阿龍？唔通你對甲號萬公早退我？早就已經有心要背叛我哋，係唔係？楊劍，嗰個女人根本就係欺騙你，要引誘你去醫學學人傳。我都知道。知道嘅話，咁點解？燕之介，好啦，呢個世界已經冇任何安穩嘅地方可以容納我哋。燕之介大人，燕之介大人。阿龍，隨便你自己一個人繼續生存落去。
冇咁啊！袁天家大人，毒氣消失咗。袁之家大人，袁之家大人，阿龍，袁之家大人，袁之家大人，邊個都冇打算要殺死邊個。我都冇諗過要傷害邊個。袁之家大人。呢度究竟發生咩事啊？家婆嘅人，家婆袁之介嚟過呢度啊！天仙大人，天仙大人，天仙大人有咗死咗！你哋使唔使咁慌張？天仙佢係不死嘅忍者，你哋都應該好清楚㗎。人嚟，快啲將天仙扶起先，將佢個頭駁翻喺原來嘅位置度。你哋有咩咁值得驚啊？咁樣做關乎到竹千代大人，而且仲有我阿福，同埋就係你哋所有人嘅命運，你哋知唔知啊？係。阿旺婆婆，留心聽住阿龍，你記住一定要小心提防藥師寺天使呢個人。可能直至而家你都仲未親眼見過天仙佢使用嗰種不死嘅奇妙忍術。其實嗰一種並唔係啲咩忍術，只不過係有某種生物寄居咗喺天仙佢嘅身體之內。嗰樣係乜嘢？其實我自己都唔清楚。只不過嗰件事都已經喺我未出世之前就已經發生，所以我哋冇必要
繼續去深究呢件事。只不過，如果我真係冇估錯嘅話，我諗佢已經俾嗰隻嘢侵蝕咗啦。咩話？阿雲婆婆，都係算啦。我竟然喺度講埋晒啲咁嘅嘢，你今後仲有漫長嘅人生路要行，呢啲事你都係冇必要知道。阿雲婆婆，真係啊，我一定係老到懵咗頂啦。阿雲婆婆，阿雲婆婆。阿龍，你對眼已經可以睇得翻嘢啦。喂，好似越嚟越唔妥啊！天禪大人，甲賀賢之介仔，龍佢後面，喺樓梯嘅後面。你今後仲有漫長嘅人生路要行。呢啲事你都係冇必要知道。我哋甲賀曼谷一族，你哋伊賀岳忍一族，雙方都係忍術世家。我哋大家同樣掌握住驚人嘅忍法技術，可惜多年嚟都以怨恨做藉口，互相仇視。其實我覺得大家咁樣做真係好愚蠢。你今後仲有漫長嘅人生路要行。我認為對你嚟講，呢啲事你都係冇必要知道。邊個都冇諗過要傷害邊個。點解？點解？點解啊？
佢係咪死咗啊？係啦，阿龍。頭先天善所講嘅說話係咪真㗎？講得冇錯，而家喺我身後邊，的確係有一個受到重傷冇辦法喐得到嘅家婆忍者。哦，做得好啊！要殺一個毫無還擊力嘅人，因為關乎醫學嘅名譽，我做唔到。哦，你喺呢個時候仲講埋晒啲咁嘅嘢。我明白啦，你哋即刻去通知服部半藏大人。係，準備馬匹。係。就喺呢場引述生死鬥嘅監督半藏大人面前，堂堂正正咁解決呢件事，你冇意見啊嘛，阿龍？我完全冇任何異議。粛清なる春の終わり、なおそそとして弱として汚れなき二つの魂が葵の闇へと落ちる。玉揺らに消えゆく泡のごとく青き月明の隔離をへと絆を抱きたゆたう悲恋。幾世を超えてまた愛よらん、幾世を行きて添い遂げん。バジリスク甲賀忍法帳最終回、来世開講。